徛铁马看风景。以前若到休困日，我定定一台铁马徛咧，驶过社区公园，挖过水圳，绕过油菜花田，来到庙埕甲学校，哪徛哪欣赏沿路的景色。有时徛紧，有时徛慢，心情放轻松，全然无压力，感受平凡的生活当中，简单就享受会到的幸福。咱台湾有真侪景点，车龙会当开到位，毋过若是拄到较矮的小路，就无依法啦，必须爱甲车插咧路边，乖乖啊落来顾行的。因为有袂少互人惊喜、赞叹的秘密美景，往往就隐藏伫车辆无法度开到位的所在。用步练的，当然探访会到美景，毋过若是行伤长的路，需要了较侪时间，而且行一个久，双骹难免会酸痛。这个时阵，徛铁马就是上好的选择咯。若毋是不是徛长途的，也是要参加比赛，其实咱并无必要开大条钱，另外搁去买贵酸酸的铁马，干那准备一台一般休闲用的铁马就会使得啦。有一种轻便的铁马，会当吱吱嗷嗷的放踮车后斗，等车开到想要去的所在，才甲摕出来后回原装。马上就通享受骑铁马的快乐啊！实在真赞，真利便。即阵台湾足侪城市甲风景区，拢有铁马出租的服务，咱会使开淡薄仔钱，租一台来骑，自由自在四过老，尽情享受美好的人生，深入体会各地迷人的风采。我有几若好朋友。真趣味骑铁马，因捌利用较长的假期，烧招做伙去骑铁马环岛。铁马有时冷悬，有时落行，爱一个一个出力力。半路若故障，嘛着家己修理，实在真硬斗。虽然非常辛苦，不过当因完成台湾岛考一年的梦想的时阵，欢喜甲规个人跳起来。激动甲目屎差一点仔就连落来，环岛骑铁马已经成做因这世人永远难忘的记忆。因骑过海岸公路，看到蓝色的大海、青翠的山岭、清气的溪流、可爱的田园，经过部落、市场、教堂，看到各种无同款的地形景观，体会到淳朴、善良。搁高的人情味，台湾头、台湾尾踅一年了后，因拢同款有一种深深的感受，就是台湾实在有够水，咱应该爱好好啊保守。我也毋捌骑铁马环岛，毋过台湾侪适合骑铁马的好所在，不是深深吸引着我。彰化县是我心爱的家乡。免不了三不五时，铁马立咧四过飞，亲像去东丽溪边，欣赏一拍一拍开甲那红柑仔色灯火的番薯花，顺着139县道，爬去八卦山顶食美食，看夜景，啉咖啡，顺着铁枝仔路去探访彰化县丽水乡上南边的圆泉火车头、八宝圳甲林先生庙。去丰原乡望景羡海风，感受海口乡亲无对比的热情。南投县的日月潭有世界级的铁马专用道，有机会伫风景遐尼水的潭边骑铁马，实在非常福气。玻璃镇的郊外有水甲那图一般的水田、圳沟、庙寺，甲足有特色的农场，伫遐骑铁马是高等的享受。伫台中的东风铁马道骑铁马，吻过树木乌的青色磅空，心情做一个真轻松。新竹南寮渔港有17公里长的海岸线，
会当徛铁马看人放风吹，海风一阵一阵吹过来，一路阁有看茫茫的台湾海峡做伴，气持字实在有够爽快。我捌甲朋友做阵去恒春半岛、台东滨海公园、大坡池，阁有新北市的河滨公园徛铁马，每摆拢留落美好难忘的记忆。徛铁马，互我体会到幸福其实真简单。咱毋管是伫倒位，若莫想计较，莫定定去想一寡奇奇怪怪的代志，心情自然放松，就挺好参秀丽的风光，甲做伙好好啊享受单纯的快乐咯。台湾有影足水足水的，只是真侪人无斟酌去发现尔尔。徛铁马四过看风景，毋免开偌济钱，嘛袂制造空气污染，却是深度游赏台湾上好的方式。呼吁每一个爱台湾、爱健康、阁有环保意识的朋友，有闲的时阵，不妨铁马徛出来望西望飞，包领你的大头母讲赞。